以下係介紹點樣喺電腦上嘅瀏覽器開啟牙科街症網上登記系統網頁後，經由智方便自動填寫申請者嘅個人資料，喺登記表格上進行登記抽籤。目的係節省登記嘅時間，同時亦可以避免錯誤輸入申請者嘅個人資料。首先，牙科街症網上登記系統主頁查看一下，你明天想睇牙嘅牙科街症診所今日係咪可以登記？想預約就點擊登記抽籤，系統會顯示牙科街症服務條款及細則。閱讀後如同意條款及細則，請剔選同意以上條款及細則。請點擊確認就會進入登記頁面。而家開始，你會有20分鐘時間遞交登記。除咗手動填寫個人資料外，系統亦提供咗經由智方便提取申請者個人資料，並自動填寫到登記表格上。只要申請者已有智方便帳戶，而且喺佢嘅智能手機下載並安裝咗智方便手機應用程式，就可以點擊以智方便填表。系統會顯示一個智方便嘅二維碼，請拎出申請人載有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嘅手機，並打開智方便，登入智方便。成功登入後，請點擊掃描，再掃描瀏覽器上的二維碼。如見綠色剔好，即申請者嘅個人資料，如姓名、出生日期、性別、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及號碼、通訊資料，將自動填寫到登記表格上。你會見到填寫成功視窗，請點擊關閉。透過智方便自動填表，可以慳返唔少資料輸入同埋驗證嘅時間。聯絡資料中的香港流動電話號碼係需要一個可以接收本地短訊的電話號碼。如智方便所提供嘅電話號碼不適用或沒有提供，請自行輸入。因為預約名額係會以抽籤形式發放，經由系統抽籤後成功獲分配預約名額人士，系統會以短訊形式通知。而短訊語言會自動按當前網站嘅語言嚟做設定，如有需要可重新選擇。請排列診所優先意願，最少揀1間，最多揀3間，用嚟抽籤。如果第1間優先診所經由系統抽籤後未能成功獲得預約名額，系統會以第2優先進行抽籤，如此類推。請檢查所填寫嘅資料，如正確，請剔選本人特此聲明，本人以上提供的一切資料全屬真確。再點擊繼續，跟住系統會顯示預覽視窗，請覆核個人資料同所揀選嘅診所是否正確，如正確，請點擊確認。完成登記後會顯示登記資料詳情。現在你已完成登記，請按離開，返回主頁。系統會喺登記時段結束後進行抽籤。如果你成功獲分配預約名額，會收到一個預約通知短訊，或者你可以喺指定更新時間之後點擊查詢抽籤結果進行查詢。